各位老友記，車嘅冷氣格如果成年唔換，唔單止會令出風細咗，連製冷效果仲會大打折扣㗎。等我帶大家拆開塊蓋板，睇下冷氣格嘅安裝結構，睇完你就知點解要定期換濾芯啦。其實呢個同架車嘅內外循環功能好有關係到，我哋即刻睇下內外循環點運作。好啦，拆開蓋板啦，見到咁大個入風口，車外嘅空氣就係由呢度入嚟車廂嘅。呢個就係裝好咗嘅冷氣格，佢就好似個守護神咁，專門隔走外面空氣嘅塵同雜質，唔俾佢哋走入架車度。跟住我哋操作下內外循環功能，睇真啲佢哋點運作。首先開內循環，再開外循環。內外循環其實就係控制空氣流通㗎咋。開咗外循環呢，外面嘅空氣就會經過冷氣格過濾之後入車廂。一閂外循環，外面啲空氣入唔到嚟，車入面啲空氣就會自己循環返啦。大部分車款嘅冷氣格都裝喺副駕手套箱附近。如果你成日開外循環，冷氣格表面好易積滿雜質，塞住咗嘅話，冷風就會唔夠力，出風又細，製冷效果咪差咯。所以記住要定期清理或者換冷氣格啊。一般建議行1萬到2萬公里換一次，不過實際都要睇你幾常用外循環，同埋平時行開咩路況駕到明晒嘅老友記，大家舉個手啦。